之前 Costco 卖的冷冻鱼防验出有 A 肝的病毒，咱国内计共有42000外消费者受影响。消基会伫昨昏宣布，因要成立团体诉讼小组，要协助消费者打官司，按算要要求健康权利安慰金的2万块，以及3倍的顶发性的赔偿。美食卖场好事多今日陆续伫可可兰冷冻综合鱼、南鱼、草鱼验出 A 肝病毒，影响全国42000个会员。消基会认为退赔迄个回本措施无负责任，已经造成团送小组会协助消费者拍团体诉讼。纵使你没有感染到 A 型肝炎的病毒，那只是没有感染成病，不代表对你的健康没有影响。这段时间，我们消基会也收到蛮多消费者的一个申诉，他在乎的不是退费的问题，而是我的健康问题。但是发生了好事多伫官方网站公布补偿措施，也是伫广告回收区间，未受影响商品的会员除了并未记录全部退钱，另外提供所买商品同款金额慰问金。另外会员也是伫食了后60天之内出现疑似 A 型肝炎症状，检验补助每人500块，若确诊会负责医疗费用。不过消基会认为好事多面对食安事件的解决方式竟然这么无优先。到目前，消基会甲全台消保官已经接到超过200件消费者的申诉。你3月的时候就知道，4月5号还要人家去透过边境查核，告诉你说真的感染了。在台湾有14个以上的一个贩卖点，事实上它的贩售的面积啊非常的广，它依照《食品安全卫生管理法》第7条的规定，它要有监测机制。在这个案子里面啊，对非财产上的损害赔偿，一家人都无讲啦哈。消基会按算请求健康权付费金2万，加3倍定发性赔偿。即马开始到8月20日受理收件。针对团体诉讼，好事多是表示无评论甲回应。记者综合报道。